来看两党一届的总统科学奖，早起伫总统府颁奖，这届是有2个人得奖，一个是生命科学组的梁经义院士，甲工程科学组的叶经纬院士。总统赖清德是亲身来颁奖，总统嘛宣布讲，要来启动3个3个诺贝尔计划，目标是伫未来30天内，互台湾伫物理、科学甲医学3个领域至少有3个诺贝尔奖的得主。我发现了这个高商材料的成分世界，让很多就全世界的科学家呢都可以进来开发跟研究，跟传统材料一样，可以用在各个领域，从民生到交通到国防到生意都可以。主要是针对纵贯性的那个数据的统计方法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提出来的一个叫 GEE， 几十年了，我们还是很高兴说还是持续受到使用，尤其是在譬如说在公共卫生政策评估，还有就是前后侧临床试验的那个正确的那个疗效的那个评估，其实我们都扮演重要角色。中研院士梁经义是全球生物统计领域的领导者，对于全球流行病学甲健康研究是有正大的贡献。另外一个中研院院士叶经纬为发展高尚合金研究是摕到50项的专利，为创新材料提供全新的方法。这2个得奖者分别拢有300万的奖金。总统嘛望讲，台湾伫物理、化学、医学3个领域，未来至少会当增加3个诺贝尔奖的得主。